今次真係冇得屌我哋啦啩！前排有啲忙又少咗出片，今次同大家講下 Pilot 同德，同埋預告下下集會講埋 Geelyis 影詞嘅，因為兩個牌子之間咧都有關係㗎。另外兩個牌子其實都係我哋 RG 覺得比較抵玩嘅選擇。同德作為 NVIDIA AIC 合作單位其中一個，當然就唔係咁簡單啦。旗下牌子仲有 Geelyis、GaNWolf 已經有唔少知名度嘅品牌，而且呢個牌子係好多唔同嘅評測中都係長期居於選位率比較低嘅頭幾位。今次真係冇得屌我哋，因為啲數據係其他公司出嘅。咁作為抵玩嘅代表，當然質素好係其中一樣啦。最癲係咩啊？係平啊！同價位客人客佢哋嘅價錢係會比其他本身平嘅牌子，例如 Geelyis、Zotac 等等，再平出一大截。你唔好問點解咁平，我哋都唔知啊！呢個牌子其實前幾年仲係2年保養嘅時候，的確就未算話好吸引。但係轉咗做3年保養之後，憑住價錢同埋質素，真係吸引咗唔少嘅用家。就連我哋 RG 同事其實都會好中意呢個牌子，又抵玩，質量又好，效能對比其他卡其實都差唔多。但係唯一唔係咁好就係供貨唔太穩定啦，唔係成日都會有貨。如果覺得我哋拍片正，想砌機或者查詢啱嘅，不妨揾我哋 RG 幫你度下砌機 list 啦。